上主對我說：
我還沒有在母腹內認識你以前，我已認識了你。首先，聖神修院院長馬千成輔理主教向周書記推薦領別者，舉行副手禮，同埋授予司鐸聖殿禱文，祝聖新司鐸。領受司鐸聖言者請前往。蔡楚執事、朱賢忠執事、最可敬嘅周書記，慈母聖教會請你為我哋呢兩位弟兄授予司鐸聖言。咁樣仰賴天主同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助佑，我哋揀選蔡楚峰執事同埋朱彥祖執事領受司鐸聖言。蔡楚峰執事同埋朱彥宗執事，係你哋嘅朋友，係你嘅親人，係你哋嘅好兄弟，佢哋將會領受呢個司鐸聖殿嘅聖職。我哋喺度好開心嚟到祝賀你哋，我哋為佢祈禱，為佢哋祈福。喺你哋嘅進入呢個司鐸行列之前咧，我想再次提醒你哋，祈禱好重要，祈禱生活好重要，默想天主聖言非常重要。因為你嘅生活冇咗聖言嘅話，或者我哋話喺冇咗聖體聖事滋養之下，聖言同埋聖體聖事滋養係非常重要。我哋做修道，所以唔好掉以輕心，對上主嗰份信。佢愛咗你哋兩位，今日召叫到你兩位，佢對你哋嘅愛係一個承諾嚟嘅，佢對你哋嘅祝福係一個承諾，佢好開心知道得咗你今日嘅回應，接受佢嘅邀請，所以佢一路陪住你哋，你哋可以喜樂，你要好好照顧自己，懂得去放假休息，因為休息都係你嘅使命。我同呢兩位兄弟講，因為知道佢哋好勤力。如果佢哋懶惰嘅，我唔會講呢啲説話。懂得去休息，所以你能夠讓自己同基督教會行得更遠。但係都真係嘅，你嚟到係去服侍天主嘅子民，基督嘅羊群，包括喺教會之外。唔係淨係教會裏邊嘅樣，其實好多時我哋方濟各教宗話，我哋要走出去，呢個就係我哋嘅職務，我哋嘅使命。天主保佑兩位，你哋係咪願意可善嘅明志咁樣去履行
為聖言服務嘅職責，向世人宣講福音，講解天主教嘅大公信仰。我願意。你哋係咪願意一日比一日同佢更加密切咁樣結合，並且同佢一齊為人類、為眾生嘅得救，完全獻身俾天主啊？靠天主的助佑，我願意。在講執事，你係咪應許尊敬同埋服從我，同我嘅繼承？我應許。主義中執事，你係咪應許尊敬同埋服從我，同我嘅繼承？我應許。見住你身上開咗美好工作，願天主現成。請大家跪下。願基督護佑你，賜你聖化天主子民嘅恩寵，俾你向天主奉獻聖祭。願聖基督護佑你，賜你聖化天主子民嘅恩寵，俾你向天主奉獻聖祭。
中，若望保祿二世形容司鐸職係禮物同奧職。的確呢個係奧職，天主竟然容讓一個人去成為佢奧秘嘅服務員。天主竟然容讓唔堪當、軟弱嘅罪人去舉行佢敬天之禮，去宣告佢嘅歡赦，去以神聖嘅傅油撫慰病弱者。呢個係奧職，呢個奧職係天主白白所俾嘅禮物。如同上次領受執事聖殿，我要感謝好多嘅人。首先係周書記嘅接納，我父母嘅慷慨，培育我嘅神長，喺唔同堂區遇到嘅兄弟姊妹，仲有每日都為聖召祈禱嘅人。呢份禮物係你哋去成就。司鐸聖召係寶貴嘅珍貴嘅禮物，但係呢份禮物唔係淨係為我哋自己。聖約翰維雅納曾經咁樣講過，司鐸職係耶穌聖心流溢出嚟嘅愛，因為司鐸所代表嘅係天主俾人類無限嘅恩賜，所以而家有服務人員派緊嘅晉鐸紀念卡，我哋都選用咗耶穌聖心，而我哋嘅祭披咧都不約而同地係耶穌聖心。要活出呢個神聖嘅奧職，我哋真係需要有一份聖化，有一份完全效法主耶穌基督對教會淨配嘅愛。所以喺度懇請大家繼續每一日嘅去為司鐸祈禱，願無限仁慈嘅上主，所有我哋每一位司鐸真係忠信到底。最後都向在座每一位未婚嘅男青年去呼籲咧，美好嘅事情咧，禮物同奧職咧，等緊你哋。至少你哋去思考一下，去考慮下天主喺你哋生命中有乜嘢計劃。如果天主真係有意去召喚你嘅，以做神父嘅方式去侍奉佢，請你哋立即從命。終於到咗今日啦！而家嘅心情都好複雜嘅，充滿住感恩。喺我以往嘅分享都提到，我係一位神父嘅晉鐸禮上面啦，開始感受天主對我嘅召叫，就係剛才為我着祭衣嘅溫國光神父，好多謝佢咁多年嚟陪伴我呢啲聖召嘅道路。係咁啊，所以今日咧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啦，係啦，即係在場嘅青年人員啊，至少都可以開始考慮下天主對你自己有冇特別嘅召叫咧？除咗做一個好嘅基督徒以外，呢一個係好值得我哋每個人去分辨、仔細去聆聽，喺自己嘅祈禱生活裏面一路不斷咁樣問主：我喺呢一度，你願意我做啲乜嘢咧？去為你嘅教會。所以又時間過得好快啊！由8年前啊入修院到而家，甚至再以前嘅時間，好多人一路陪伴同埋支持。首先當然多謝我爸爸朱執事，堅持將信仰帶俾我啦，亦都係將信仰嘅種子擺喺我心裏邊啊，使到我日後咧漸漸去體會天主對我嘅召叫。佢又經常同我分享好多做執事嘅生活嘅點滴啊，服務嘅點滴等等，好啟發到我。另外都特別多謝已經先我而去嘅我嘅媽媽。
家我相信佢喺度為我祈禱，亦都係祝福住我嘅。同埋都特別多謝特登嚟參與呢一個進樂禮儀嘅屋企人啦，嘅姑媽啦，喺紐西蘭過嚟，大爸爸啦喺台灣過嚟，仲有好多其他可能未必能夠現場嚟到呢一度，不過喺網上收睇嘅直播嘅各位兄弟姊妹，好多謝你哋嘅祈禱同埋支持。最近都收到好多大家嘅祝福，大家嘅心意。呢度唔一一多謝，但係好想講就係你哋為我嘅祈禱，的確係俾到我好大嘅支持同埋鼓勵。喺今日開始，我就係天主嘅司祭，我就係要永永遠遠做一個司祭，忠誠咁樣為佢服務。都願我哋同埋我哋所有嘅兄弟姊妹一齊行天國嘅道路、成聖嘅道路。呢條道路係好唔容易嘅，係要孭十字架。不過我哋彼此之間嗰份嘅互愛同埋支持，能夠幫助我哋一齊成聖，向天國邁進。主佑大家。